从前直到现在。老板，哎呀，我管他什么铁扇、铜扇、草皮扇的呢，还自称什么公主，呵呵。哎呀，一定是那种长得奇丑无比、没人喜欢、情场失意才借酒消愁的呢。老板，你说是不是啊？肯定是这样的。嘿嘿。老板，我酒呢？啊，都被这位客人给买去了。哎，这样，明天我拿新的亲自给您送到府上，你看行不行？不必了，3日之后10坛，这是定金。成熟，深闺少妇，空虚，寂寞，浪。铁扇公主来了呀！你去躲躲，快快快！赶紧躲一躲吧，走，去包起来。昨天、今天、过去不再回来，红叶落下，色彩变苍白。从前直到现在，爱还在，远去的你漂浮。在世上，命运不能更改，放开，不能再相爱。难道这是上天？这买卖值了。哎，你干嘛呢？这什么意思？你我走是吧？不让我住了是吧？哎呀，这位客官，不是不让你住，是不敢让你住啊！你看您本事大，这能耐又大，你说我这个小庙里撑不住你这个大佛呀！我的爷！哎呀，行了，行，给我1/10炷香的时间思考一下。对不起啊，老板，刚才呢是我的戏太过了。这我就不懂了。有什么不懂的呀，老板？来，老板您坐嘛。老板啊，刚才啊，我是以为您是被那个铁扇公主常年欺压着，所以才出手相救的呀。后来呢，我看到她真的给您留了银两，我才知道这是公平交易，是我误会了，多管闲事，让您受惊了。不会吧？你这是？是啊，我就是这样的呀。哎，老板，这3坛酒一定要给铁扇公主留着，等过2天她来取酒的时候，告诉她是我让给她的哟。这都不是问题呀。不过你这脾气怎么说变就变呀？哎，因为我帅嘛。哎，对了，问你啊，这个铁扇公主啊，经常买这么多酒自己一个人喝吗？那是借酒消愁。听说她老公啊在外边沾花野草，所以呢这2口子呢就分居了。你说这么漂亮的媳妇儿，她还在外边乱搞。哎呀，真是可怜的。哎，老板，那过2天你也给我进2坛这个酒呗。你要多少？我要20坛。20坛啊？你要这么多干什么？多呀。老板呐，其实呢，我还是挺喜欢你这个小店的，我真是舍不得砸呀。
如果老板你要是配合我的话呢，我没准呢还能让你挣一点小钱。你说这样好还是不好呢？好，我的爷，就按你说的办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乖啦，来。我跟你说，过2天这么走。明白了吗？记住了，进我账上，我睡午觉了。你找我？听好了，我要你帮我办一件事情。大哥，你吩咐。会打人吗？没问题。大哥，你让我打谁呀？大哥别打了，我错了，大哥，我是你大舅子。大舅子别打了，哎呦！没事。我这书包我因为当着你老婆是吗？哎呀，大舅子，我不就听听小曲儿喝喝小酒吗？我又没娶她回来。就知道花天酒地，成天在外面沾花惹草。当时娶我姨妹的时候，说的话都是狗屁。今天我打的就是你。哎呀，大舅子！哎呀，大舅子，打死你！哎呀，大舅子，我错了，我回去一定好好讨媳妇儿，我对她忠贞不二，我再也不朝三暮四、不忘恩不义了。下。打得很爽是吧？大小脚的泡妞容易吗？尽情的喝啊！别客气，别客气。哎呀，您来了。老板，我来拿酒。哦，上次抢您酒的那个人说，实在是对不起。你看，他让我把那3坛酒送给你，您千万别误会啊！你看酒这么多，您自己拿，要不然我给你送到府上去。哎呦，你回来了。就是他，他是做什么的？他酿酒的。进来。怎么了？哎，大人啊，我来传个话，铁扇公主邀请您到她府上去做客。啊，什么时候啊？他人呢？现在？说是明天，哎，人就在外头。不去，绝对不去！我又不认识他，我干嘛要去呢？我说了，不去就是不去啊！我还有正事要干呢啊！你赶快跟我出去啊！是。哎呀，他这人呀就是这样，你看看他不懂事儿，我也没办法。你千万别见怪啊！万事俱备，就差我出马。